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圣经共读。我们要一起来在共读以前，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带我们一天的服侍、敬拜，还有工作和学习，也让我们能够在晚上安静的时刻，再次来读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力量。特别透过保罗的教牧书信、提摩太后书，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征战那美好的征战，来奔跑所当跑的路，以及所当信的道，我们要来守住。愿上帝今天晚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让我们得着上帝你的更加明白上帝的旨意。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要今天读的最后一段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最后的第9节到第22节。要请静怡师母来带领我们大家来读今天的经文。第9节，你要尽快到我这里来。迪马贪爱现世，离开我到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到加拉太去，提多到达马太去，只有路加跟我在一起。你要去找马可，带他一起来，因为他会帮助我的工作。我已经派推基古到以弗所去。你来的时候，要把我在特罗亚时留在加布家里那一件外衣带来，同时要把那些书，尤其是那几本羊皮书卷也一起带来。铜匠亚历山大害我不浅，主会照他所做的报应他。你自己也得提防他，因为他极力反对我们所传的信息。我第一次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没有人在我身边，大家都离弃了我。愿上帝不加罪于他们。主在旁支持我，给我力量，使我能够把信息完整地传给所有的外邦人。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了出来。主一定会救我脱离一切邪恶，接我安全地到他的天国去。愿荣耀永永远远归于他。阿们。19节，请替我向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弗一家问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害病，我让他留在米利都。你要尽可能在冬季以前赶来。有布罗、布田、利奴、克劳迪亚和其他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向你问安。愿主与你同在，愿上帝赐恩典给你们。以上。今天是我们提摩太后书第8天，也是最后一天的分享，也是从前书到现在总共第17天哦。好，那我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好，那在接下来我们会来共读是希伯来书。好，那因为是暑假的事工，所以我们会只有举行早上的台语共读。那时间是从礼拜2早上6点半，我们提早半小时，那会一直到7月15号礼拜1的早上，总共有28天。好，那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如果没有办法参加，我们也会在早上7点以后，在教会的 YouTube 来首播。那也欢迎大家参与诗歌、祷告和读经的服事。那至于在希伯来书之后，我们会有接续是历代志上下的华语共读。那时间会从7月15号的晚上8点到9月20号的晚上8点。那这时间更长，总共有68天了。那我们也会继续来安排相关的事工，那也敬请大家期待。那在提摩太后书的共读最后一天，要再次帮助大家来复习。昨天我们看到后书的第4章，保罗提到要传福音，务要传道，不管时机如何都要传，因为时候必到，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同时保罗要提摩太忍受苦难，做传福音的工作，尽自己的职分，要得到上帝所预备公义的冠冕。所以保罗讲到他牺牲的时候到了，完工的时候到了，还有耶稣基督将来显现的时候也要到了。昨天的金句是第4章第7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第3章讲什么呢？第3章讲到要知道末日的危险，要躲避末日的狂徒，要继续的效法保罗，要继续的持守真理。而提摩太后书第2章呢，
第1章讲到提摩太要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要纪念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可在言辞上争辩，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主的仆人不可争辩。那提摩太后书的第1章呢，就是要提摩太将恩赐如火挑旺起来，为福音同受苦难，靠圣灵守住善道。即便信徒亚细亚信徒离弃保罗，但是有阿尼色弗一家千里迢迢来寻找保罗。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遗书，那主要论题是坚忍，劝勉提摩太不要畏惧艰难，自死忠心见证耶稣基督，坚守福音和纯正的道理，负起教师和传道的责任，告诫提摩太不可卷入愚拙无知的辩论。要以提摩太以保罗为榜样，学习保罗的信心、忍耐、爱心、坚忍，并忍受患难和逼迫。也勉励基督徒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要成为神大户人家家中贵重的器皿，就是脱离卑贱的事情。那我们前面9天读的提摩太前书呢，讲到要提防教会中虚假的教义和这种犹太教或非犹太教的思想，这些呢诺斯底主义要提防。第二呢，提摩太前书明确指示教会的行政治理要以祷告为首要工作，以及教会担任监督执事的资格和应有的品德，同时也教导提摩太做基督忠心的仆人，如何对待教会各种不同年纪的信徒，还有处理有关寡妇，就是教会在做关心社会弱势的这个议题。所以提摩太前后书的内容虽短，但是内容相当的丰富，因为保罗用他一生这样所经历所学习的，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今天最后这一段的最后这半章呢，是保罗嘱托他的几件私事特别是在9节到13节，要提摩太尽快来到他身边。提摩太人在以弗所，保罗现在在罗马的地牢，要帮他带来他的外衣和书籍，而那些东西不是在以弗所，是在特罗亚。14节到18节，要提摩太也要防备仇敌，并且也讲到保罗他怎样出庭申诉的过程，其实顺利，但也不是很顺利。而最后的19到22节就是保罗的问安和祝福。在这一段经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名字出现几乎大量都集中在最后的9到21节。特别第一个提到是谁呢？迪马，我们从腓利门书、哥罗西书，这都是监狱书信，看到迪马都有在上面注明，所以表示保罗在罗马的第一次来到罗马做监的时候呢，迪马是与他同在，但是在保罗第2次来到罗马的时候呢，迪马居然不愿意一同受苦，保罗说他贪爱世界而离开他，非常的可惜。第二提到是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格勒士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增多，但是有关他的资料不详。依照教会的传统，格勒士后来去到法国的里昂，去到那边传福音至于往加拉太怎么会跑去法国呢？因为加拉太在有一些古时候的操作高卢就是指法国地区那个地区呢也叫做加拉太，所以在初代教会有几位的古教父认为这里的加拉太不是那个安提阿小亚细亚的加拉太，指的呢是指法国地区高卢那个地方的加拉太，所以格勒士是被保罗差派或是被保罗指派往世界的地极要往西班牙去。而达马太呢，提多往达马太去，提多我们会另外介绍。达马太指的就是亚得里亚海的东岸就是前南斯拉夫的地方那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达马太它本来是一个以利里古省的中北部，但是它已经后来从一个独立的罗马行省。那提多应该是完成他在克里特岛的工作，所以保罗就把他派到达马太去。那讲到只有路加一个人，然后呢在保罗这里，同时呢又提到提摩太里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所以可见马可应该要么就在以弗所，不然就从以弗所的附近要来到罗马的路上，要把马可带来。但是这边的记载呢，我们可以从哥罗西书使徒行传12章13章
好，知道这个马可呢，就是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作者马可，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好，他在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出发，可是他很像那个迪马一样。好，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才到了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岛，结果呢，好，他就才刚去，他就打道回府就离开。所以第二次呢，巴拿巴坚持还要再带马可去的时候，保罗坚持不让他去，就为此呢，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就分道扬镳，然后在圣经当中就再也没有看到巴拿巴。可是呢，我们会想说给马可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和标签，却没有想到就在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的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呢，马可的名字又出现，而且他说你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服事上与我有益。那个服事也指传道，所以可见呢，马可他这个人跟迪马刚好两个人可以做一个很明显的对照，一个是跟着保罗跟到最后一站居然离开了，一个是第一站就离开保罗了，可是居然在最后一站，保罗还要求提摩太把他带来，是一个很强烈的对照。而特罗亚，保罗说我在特罗亚留给加布的外衣特罗亚就是保罗没有入狱以前，他应该去过特罗亚，后面从21节看到20节也知道他应该在哥林多还有米利都，他都有去过，因为他还把同工留在那些地方特罗亚就是保罗在夜间看见异象，看见马其顿人的这个人说请来这边帮助我们，所以这是特罗亚保罗看见异象的地方。加布这个人呢，他的意思就是果实，身份不详，但是呢他可能是住在特罗亚这个地方，而保罗在他家居住的这段期间就是由加布来接待，但是保罗因为皇帝的追杀令，罗马帝国的迫害，所以呢保罗就被逮捕，而且直接从特罗亚被捕去到罗马，所以可能保罗就把他的东西衣服就留在那边，所以保罗说你来的时候也要把那些书羊皮的书卷还有我的外衣3件东西都要带来，所以可能留在这个加布的家中那他可能就是接待保罗。外衣指的就是厚布料裁成的斗篷，是用来御寒和防雨但是其实在巴勒斯坦地区是不太会下雨，可是到了地中海地区呢是比较有雨，而且气候也春夏秋冬也比较鲜明所以保罗应该是在秋天准备要进入冬天那他是一个地牢的囚犯而且不见日光见不到太阳所以他可能可以想象他在那个地牢当中非常需要有一件外衣而书呢指的是指蒲草纸做的书卷，那这些书也有可能指的是信纸也有可能指的是书卷，那还有就是羊皮的书卷，跟对照就是前面一个是蒲草纸，一个是羊皮或是皮卷那这些就是比较耐用也比较昂贵那这些可能是来抄写旧约的经文但也有可能是保罗他准备要写的其他的书信或未完成的书信他在特罗亚写到一半突然就被抓来，所以他希望提摩太能够把这些东西带来他可能想要继续在罗马监狱当中来完成。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图来对照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第10节到第13节保罗人在罗马的地牢，但是提摩太人在以弗所。保罗他告诉以弗所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所以这是离开他的同工。而格勒士往加拉太就是往高卢是往法国的方向去了他应该不是离开保罗，而是去传道去传福音。而提多保罗把他派去了达马太就是在亚得里亚海，就是南斯拉夫的地方只有路加跟保罗在一起剩下路加在他的身边在我这里就是可能也在监牢里面，所以路加可能也是一起被抓，一起被关，一起被判刑那你要来的时候呢，要把马可带来。那而且呢保罗说我打发了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所以这个推基古在圣经当中也出现很多次那他很多的任务都是来送信所以这封信有可能是由推基古带来的。
同时呢，我在特罗亚留下的外衣书和皮卷，皮草书和羊皮卷呢，你要带来。那所以这是保罗他的几位同工现在的情形。那第14节到第18节又继续提到几个人，铜匠亚历山大。铜匠指的就是金属工匠，不一定是指铜匠，只要是金属的。而亚历山大呢，就是提摩太前书1章20节这个来抵挡他们的迫害他们，就是这个亚历山大，铜匠亚历山大，包括许米乃亚历山大，保罗说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让他们学会不再亵渎，所以他们应该是被赶出教会的，被赶出教会。但是我们也看到后书这2个人名字还是继续出现，表示他们的影响力呢也还在。多多的害我，这个亚历山大多方或是多多，意思就是说他告保罗可能就是他来密告，或是他来陷害，而且不是只有一条，还诬告其他的罪名。而你也要防备他这个亚历山大。既然亚历山大他都可以陷害保罗，当然他也可以陷害提摩太。那以提摩太的年轻或是经验，可能会被他害得更惨，所以保罗也在这边特别提醒他。那为什么他要攻击呢？因为在第15节说，因为他极力抵抗我们的话，我们的话就是我们所传的道，就是所传的福音，就是健全的教义，完备的福音。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受到了异端的影响，不仅呢不愿接受真道，甚至还抵挡真道，还去抵挡去攻击这些传道传福音的人。而保罗在16节说，我初次申诉，就是第一次的正式审讯前的初步聆讯呢，在这初步聆讯，保罗有机会为福音做见证。但是呢，保罗是说没有人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在他们身上。但是保罗他还是说有主在我身边，给我力量，使我能把福音完整传开，让所有外邦人都听见。所以保罗在应讯当中，那可能是去侦查所、去刑事局做警察的笔录，这样的笔录当中呢，他还是说主在我身边，给我力量，使我能把福音完整的传开。所以他的笔录当中，如果到今天还有保存那个笔录的内容，也就是他所见证所传的道，为什么他要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会被陷害，我们看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到很多次这样的记载。但是保罗相信，因为上帝是救我脱离一切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这个帮助呢，就是指保罗他能够被上帝所帮助。所以最后19到22节还是继续有几个名字，请向百基拉、雅居拉问安。在圣经当中，这对夫妻的名字呢出现很多次，在使徒行传，在这个哥林多的书信，在提摩太的书信，出现他们的名字，而且呢很特别，每次都是太太的名字百基拉在前面。百基拉意思就是古老的，雅居拉的名字是老鹰，这2个是犹太人，本来是住在罗马，后来罗马皇帝把罗马城的犹太人赶出来，他们才来到了哥林多教会。后来在哥林多呢遇见了亚波罗，就帮助了亚波罗领受圣灵，能够传福音更有力。然后又讲到了阿尼瑟弗一家，这我们已经有介绍过。还有保罗20节说，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以拉都的名字呢出现在罗马书的最后一章，使徒行传的19章，所以他都是保罗长期的同工。他可能是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管财务的人对不起，是哥林多城市。从罗马书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哥林多城管财务官，是一个可能财政的官员。然后还有特罗菲摩生病了，我把他留在米利都。特罗菲摩也出现在使徒行传20章、21章，他是以弗所人，特罗菲摩，而且呢，他生病了，所以他要提摩太转告说，你们的同乡特罗菲摩现在没有办法回去，是因为保罗把他留在米利都。其实米利都离以弗所只有20几公里，很近。保罗现在人在几百，好像是上千公里之外。但是呢，他依然在关心以弗所当地教会附近的同工生病了，
好，而且这些封信的来回往返呢，好，这个特罗菲摩的病，好，搞不好都已经痊愈了，或是更糟，也不得而知啊。好，米利是48公里，好，离以弗所南边的48公里啊，好，也是不远的地方。而保罗要提摩太在冬天以前，因为从使徒行传27章就知道，保罗要去罗马，第一次要去罗马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季候风，不宜航行，所以有可能是审讯快要到了，希望提摩太赶快来跟保罗来见面。好，那后面又最后提到4个人的名字，有布罗、布田、利奴、格劳迪亚，等一下会再介绍。其中呢，这个格劳迪亚她是一个女性的名字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保罗人在罗马，他迪马去帖撒罗尼迦，贪爱世界，而提多派去达马太，德勒士派去法国高卢，然后呢，推基古来到以弗所，那要提摩太去特罗亚，把他的外衣书皮卷带来。同时提到哥林多，把以拉都留在哥林多，这是第20节。然后特罗菲摩生病了，他留在米利都，其实就在以弗所隔壁，只有48公里，他应该是离提摩太最近的。但是呢，搞不好保罗也要确认说这个米利都的消息，以弗所教会是不是关心知道，因为这是他们的同乡，过去的同工。好，那特别再来介绍一下迪马这个人。迪马这个名字呢，就是人民的统治者。如果按照这个字面来认识的话，那人民统治者呢，就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性，可能是一个有一个政治的家族，是他的父亲对他的期待，成为一个人民的统治者，或是这是他的一个绰号。在哥罗西书4章14节，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腓利门书24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所以表示迪马呢，在保罗写第一次的监狱书信，那4卷书当中就有2卷书出现迪马的名字，而且呢，也跟这些同工路加啦、亚里达古啊、马可啊，都放在一起。可见这个迪马是保罗很重要的同工啊。但是呢，却没有想到，迪马居然离他而去。那这张图我们在今天的主日讲到也有提到，不管是在庇里亚、帖撒罗尼迦、哥林多、特罗亚、腓立比、以弗所、路斯德、特庇、哥罗西，这没有按照地理位置，就是这样子的顺序。保罗在每个地方建立教会，但是他传福音绝对不会制造属灵的孤儿，他一定安排属灵的父母、属灵的弟兄姐妹在那边做属灵的陪伴者。和这些属灵的新生命能够一起成长，所以这些同工都是保罗差派或是调度，让这个保罗的布道团人数庞大众多。但是呢，大家都不是说这个领的薪水，或是有职位高低，或是有一个完善的组织，还能够常常用赖社群组、视讯会议，完全没有，完全就是一颗对着耶稣忠诚的心。你叫我去就去了。而且就相信你会在那个地方坚持到最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在短时间，而且又在古代，而且呢当时的交通距离何等的不方便。但是呢，迪马呢，他的离开对保罗来讲，这是他这张图就已经自动把迪马去掉了。迪马呢，应该是在当中，至少在哥罗西或是在腓利门都有迪马的出现。但是呢，迪马的离开呢，对保罗来讲很大的打击，所以他用了阿嘎佩这个字的最强烈、最高级。阿嘎佩就是神的爱，或是那个像神一样的爱的最高级呢，来形容迪马贪爱世界阿嘎泡，这个字呢，来形容迪马对这个世界的爱，就等于是强烈的、极深的对世界的热爱的程度。迪马接受了世界的仇报，掉入撒旦设下的陷阱，屈服情欲的诱惑，臣服世界的遭受。他只要眼前短暂的荣华，错失基督将来的荣耀。所以这个字呢，刚好前面那一节，这是前面2节，这是4章10节，4章8节，保罗也讲了，从此以后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在这边4章8节。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那美好仗已打过，当跑路已跑尽，所献道已守住。从今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同样也是这个字阿嘎泡。所以这2个字呢，先讲到
对上耶稣基督再来的渴望。好，但是呢，后面过2节是迪马同样这个渴望呢，却是对世界的渴望。好，所以我相信，好，这是保罗写到这封信的时候，连续短时间用了这2个字啊，好，不仅是个强烈的对照，其实也是表达保罗心中的痛啊。好，他的这个重要的同工呢，居然在最重要的时刻，好，居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好，那么在提摩太后书2章22节，有讲说保罗劝勉提摩太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好，来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好，那这是一起同奔天路的属灵同伴啊。所以呢，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要倾心来祷告主，要同负基督的苦难，要同负福音的竞赛，还要奔跑不放弃，直到见主面。这是我们之前2天、3天前还是3、4天前分享的。好，所以保罗有很多这些的属灵同伴，但是迪马呢，好，让保罗用到阿嘎抛这个字的时候呢，就想到了迪马。所以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我。而最后4个人的人名在21节，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这4个代表是信心坚定的罗马信徒，好，就是可能在罗马书之后，好，才有这些的同工，或是更早。当时的罗马暴君尼禄迫害基督徒，好，到一个严重的地步。但是这4个人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好，在罗马地区，好，保持和保罗的往来哦。可见他们对保罗的关系，还有对主的忠心信心，值得佩服的。圣经对这4个人描述不多，可是有他们的传说。大部分有些学者认为格老迪亚是布田的妻子啊，然后呢，因为布田跟格老迪亚同时被提到，所以他们可能是夫妻，布田、格老迪亚。而利奴呢，是他们的儿子。好，那也有另外传说说，利奴这个人呢，在保罗死后呢，也担任了罗马教会的监督或是主教。所以在天主教的传统，对不起，彼得是第1任的教皇，教皇是在罗马。而第2任教皇是谁呢？就是这位利奴啊。所以你去查天主教就会查到他的名字，但历史上没有充分的证据。那另外一个其他的传说跟上面不一样的说，格老迪亚是谁的妻子呢？是比拉多的妻子啊，因为传说比拉多的妻子也叫格老迪亚，那这是让我们参考。不论这些传说是否属实，可以确定是这4个人都是信心坚定、勇敢忠心、热心服侍的弟兄还有姐妹，特别在那危险险恶不得时的时刻，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背弃保罗，而保罗把他们放在最后的最后的最后。他们跟保罗一同共患难，见证他们的信心、忠心、爱心、顺服是真的是经得起考验。他们也和保罗在这封信当中一起具名向提摩太问安。万一这封信被查扣，万一这封信被检举，万一这封信被揪出来的时候，这4个人呢也跑不掉，搞不好就是要一起跟着保罗进来到监牢里面，或是这4个人已经在监牢里面的，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呢，有他们在保罗的身边，也给保罗极大的鼓励。所以除了路加和他同在监牢，还有当地罗马教会的信徒。剩下2分钟，所以呢，今天最后这几节，保罗说：“你要尽快到我这里来，你要提防他亚历山大，替我向这一家人来请安。”这里提到这些人的名字：迪马、格勒士、提多、路加、推基古，刚才有介绍，还有另外提到的马可和加布。那这是没有在场的，也希望提摩太去寻找他们。另外呢，反对他的就是同价亚历山大。而怎么样去提防呢？就是他们所反对的信息啊。而保罗也提到，他第一次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大家都离弃但是主在我旁边给我支持，给我力量救我脱离一切邪恶，接我安全的到他天国去。这里讲到狮子的口会让我们想到但以理。但狮子呢也有另外一个象征，狮子就是巴比伦这个帝国它的旗徽旗号。那这个狮子会想到巴比伦，而巴比伦就是罗马在当时基督徒的代号，所以我们去读彼得的前后书会看到巴比伦就是指罗马帝国，因为这好像是一个不可说的秘密用代号来代替。最后讲到这几个倾向这些人在以弗所的人，百基拉、雅居拉夫妇，还有剩下阿里瑟福已经被主接去了，向他的家人来问安。
以拉都、特罗菲摩、有布罗、布田、利卢、各劳迪亚，还有其他弟兄姐妹都向你问安了。所以今天的经文要尽快的过来，因为这保罗交代同工们的去向，也提到保罗所需要的人和所需要的物，而要防备的人就是陷害的铜匠，还有搭救保罗的救主。那要互相的问安，有保罗的问安，有这些同工的问安，还有这些罗马教会弟兄姐妹的问安呐。所以念经句4章17节，唯有主站在我身边，加给我力量，使我能把福音完整地传开，让所有的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不孤主徛在我身边，让我有气力通完整传扬信息，让所有外邦人都听见。最后我有对狮的嘴受救出。But the Lord stood at my side and gave me strength, so that through me the message might be fully proclaimed, and all the Gentiles might hear it. And I was delivered from the lion's mouth. 他能够从狮子嘴中被救出来。好，我们提摩太后书分享到这边，也盼望我们不是只有听过去，我们还可以自己再打开，再多读几次，让上帝的话可以昼夜思想，变为有福。那因为我们的希伯来书只有台语场，所以再用2分钟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未署名，是写给早期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当时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跟彼得前后书一样，有回到旧有信仰的危机，他们放弃基督教，想要回去犹太教。作者为兼顾他们的信心，郑重向他们指出耶稣基督是神最准确、最完整的启示。希伯来书强调，第一，耶稣是神永恒的儿子，他忍受一切苦难，始终顺服父神旨意，他的地位高过旧约的众先知，也比天使摩西高。第二，耶稣是神所设立永远的祭司，他的职分超过旧约众祭司，他在天上的圣所献上的祭远超过犹太教的礼仪生祭。三，耶稣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便叫那得以成圣人从罪恶恐惧死亡中被拯救出来。作者劝勉信徒要坚守信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总共有13章，第一段讲到1到4章讲到超越的人，5到10章讲到超越的祭司，11到13章讲到超越的能力。超越的人前面1、2章讲到基督和对照先知天使，3、4章讲到基督对照古代旧约领袖，5到7章讲到基督和大祭司亚伦职分的对照，8到10章讲到基督和古代律法先知律法的对照，11到13章是我们最容易读的，就是基督与信心的生活。所以基督是更美的道路，第二段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最后基督是信实的道路，讲到了超越，讲到了牺牲，讲到了能力。作者的写作地点不详，但是他是写给这些的犹太信徒，时间又在更晚，主后的60到70年之间，但是也是接近在保罗的年代，所以很多人认为希伯来书读起来很像是有保罗的影子在这里面。好，我们的分享到这边，也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从上帝的话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在过去这17天的当中，从提摩太前书共读到提摩太后书，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保罗的脚中，在他第4次的布道旅行之后，上帝继续使用他，继续为着福音来奔跑，也愿在书信当中的话语也能够成我们的力量、安慰和帮助，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道。而且我们要来衷心传扬上帝的话，因为我们都是一本会走路的圣经，让我们所说所做所思所想都能够合乎上帝的旨意。也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每一天都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安慰和帮助。也特别为身体欠安或是信心软弱弟兄姐妹肢体来祷告，也求你兼顾他们，让他们领受上帝的话语和教导，能够信心更加坚定，身心灵能够更加健壮。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感谢大家，大家晚安，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拜拜，拜拜。谢谢牧师，晚安。晚安。好，牧师晚安，拜拜。牧师晚安，平安。牧师晚安，拜拜，拜拜。